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 Raymond 呢，今日嚟到一個會德豐響古洞發展嘅項目 Park Silicon，帶大家睇下呢個示範單位嘅。咁項目其實呢就分咗1、2期啦，分別係2座同埋1座嘅，會喺2027年呢嘅9月同埋12月入伙嘅喎。咁呢個就係大樓模型啦。咁見到泳池啊、球場啊，同埋平台特色單位啦。咁其實古洞發展呢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政府項目嚟嘅。咁會德豐呢就食咗頭啖湯。咁而家呢個示範單位呢，就係604尺嘅3房1廁啦。咁大家見到呢，發展商非常之細心，門後邊有個位呢已經做埋一個鞋櫃俾大家㗎啦。咁一個梗廚嘅設計啦。咁所有電器呢都會用翻呢個西門子嘅。咁長型嘅客飯廳啦，咁採用咗新式嘅3合1環保露台，一個散熱就拖晒喺屋裏邊呢所有嘅冷氣㗎啦。咁維修都非常之方便喎。咁呢個3房1廁單位呢，佢浴室呢係浴缸嘅設計呢，而且係有窗嘅。咁跟住就有一個呢480尺開放式廚房嘅2房單位，咁單位呢就經過有少少改動啦，同埋有啲裝飾品嘅，咁就不是交樓標準嚟嘅。咁交樓標準呢係一個清水房嚟嘅啫。咁呢個呢裝修咗俾大家睇下，擺咗家私嘅時候嘅空間嘅啫。咁最後一個呢，其實就係1房嘅交樓標準嚟嘅。咁大家睇到呢個開放式廚房啦。咁佢嘅雪櫃呢，其實得單門雪櫃嘅啫，但係裏邊都會有個冰格嘅。咁做咗套房形式嘅設計啦，亦都係一個梯形嘅3合1環保露台。咁入房間睇下。四四方方，浴室就響門嘅後邊做咗企缸嘅設計，亦都有浴室寶嘅。大家如果有興趣查詢一下呢，可以揾我 Raymond嘅喎。拜拜。